variation 咧有機會撈 function 同埋 coordinate 嚟去玩嘅。咁寫嘅方法咧，佢會用嗰個 function 去寫，譬如 g x 咁樣啦。咁所以咧，佢而家 partly 啦係 x square 啦，partly 係 constant 嚟嘅。咁所以就 k1 x square 加 k2。咁而家 function 咧個寫法可以係咁嘅，g2同埋 g5 就代表個 x 咧代2同埋5。咁所以咧分別代2同5落去咧就會出到兩條式。咁同樣地撳機出答案就得啦。咁然之後咧要揾 G4 嘅，咁即係 x 代4啦。咁啊代翻落去揾翻負8咁就完啦。跟住咧就睇 B part 啦。咁 B part 第一樣嘢你發現咧佢係玩 coordinate 嘅。第二樣嘢咧係玩 graph y 等於 gx。咁做個 R 點喺個 x axis 上面，今次咧 R 點係冇限制嘅。然之後咧要揾個 area of PQR。跟住咧我哋研究下 A、B parts 之間嘅關係啦。A part 咧無啦啦叫你計 G4咧，其實同 B part 係有關係嘅。咁我哋4咧就對應住呢個4 ，y 等於 gx 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將個 x 代4落去的話咧，個 y 咧就係個 G4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咧呢個 P 咧其實就係 G4 即係負8嚟嘅。咁同樣地咧，你可以計翻 G 負4係幾多？咁啊代翻落條式度啦。咁咧你都會計到係負8嚟嘅，即係表示 x 係負4的話咧，y 就會係負8啦。咁所以 Q 點坐標咧應該係負4負8嚟嘅。然後咧你發現咧呢兩點咧之間係有關係嘅，因為佢嘅 y coordinate 係一樣嘅。咁呢樣嘢咧就説明咗點解 R 點咧係一點冇限制，純粹只係話係 x axis 上面嘅點啦。因為咧今次 y coordinate of PQ 係一樣嘅，所以其實佢係一條水平線嚟嘅。呢樣嘢咧就解釋咗點解 R 點咧就咁話喺 x axis 上面，咁但係咧佢冇固定係邊一點嘅，因為咧無論 R 點喺邊度咧，你拉個三角形出嚟咧，你發現呢啲三角形咧，如果用呢個做底的話咧，佢嘅高都係一樣嘅，咁所以三角面積底乘高除2咧都會計到相同嘅嘢。咁所以咧 area of 三角形 PQR 咧就會等於1/2個底啦，個底就係 PQ 啦，即係4減負4乘翻個高啦，個高由呢度去到呢度，咁咧係睇 y axis 個方向嘅，所以係0去到負8，咁即係0減負8啦。咁所以面積咧就會係32啦。如果你好禮貌啲的話咧，可以加埋單位 square units。